對佢嚟講拗晒頭啊，尤其是指定歌曲嘅嗰場比賽，係到底有幾咁痛苦咧？一陣間 Nicole 會親自話你知，繼續守住啊！咁依家咧先要同你關心撥中送喺情況，好塞車，因為幾架嘅呢一個車咧就壞咗啦，唔知點解啦，就停喺呢位朋友嘅聲音啦。咁佢咧其中一位參加環星光大道2嘅比賽嘅，聽下佢嘅心情如何啦吧。Hello，My FM 聽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Nicole 韋芬彤。係 Nicole 你好啊，又要再次恭喜你啦！又成功晉級啦！今次係險險咁樣，險險咁樣過關啦。對我自己係險險咁樣過關。先講下你今次嘅造型啊！我睇到張相，見到你，哇，好金喎個髮色。其實嗰個係橙色嚟嘅 ，orange colour，orange 到好金嘅感覺啦。好 shining 嘅 feel， 因為呢次Roger 老師就覺得，因為佢覺得我之前嘅造型太暗咗，太暗淡，所以佢就覺得我髮色嗰度我嚟一個好大嘅唔同，所以佢就即刻幫我染咗一個好 light 嘅 colour。嗰個 Roger 老師講我之前就係喺台嗰度好似好惡咁，殺氣太重咗，所以佢俾我，因為佢講我係。其實係好後生嘅女仔，好可愛嘅，所以佢變翻我翻嚟。嗱，其中一位評審阿翔咧都大讚你嘅造型喎。即係阿翔老師有講，而家我換咗嗰個髮色，佢講比較容易接受我唱女仔嘅歌。喺呢個我的主打歌嘅呢一場嘅賽事當中咧，Nicole 就係演繹咗張惠妹嘅《如果你也聽說》。其實都係自己嘅一個心情表達，因為最近都會有聽到一啲網上嘅嗰啲留言啊，定係一啲批評，我都係聽完就算咯。但係你又唔可以解釋啲乜嘢，歌詞係好貼切啦，邊個應該攞冠軍啊，定咁樣，或者係評論我嘅唱歌嘅方啊，或者係都係嗰個樣好惡啊咁樣，其實都有好多啊，但係我冇想愛反擊或者係乜嘢，但係之後佢哋會睇到咯，因為時間可以證明一切。就算你解釋嘅話都係冇用，因為淨係得把好講嘅。企喺舞台上難免會被人呢評頭論足嘅，呢一個係好正常嘅情況嚟噶。咁當然啦，最好係做好自己，展現出自己嘅實力。所以喺第二場嘅呢個指定歌曲嘅比賽當中，你嘅分數都唔算太差啊，有20分，就係選唱咗黃小琥嘅《沒那麼簡單》。呢個係嗰個小黃子老師指定我唱呢首歌，哎呀，真係沒那麼簡單，好難唱呢首歌，因為小琥老師係特登為小琥老師為佢打造嘅呢首歌，佢有10年嘅人生經歷，我只不過係5年咁樣嘅駐唱經驗啊，或者係先20零歲，我覺得真係好難去唱到佢嗰個意境，嘥咗好多時間喺嗰度睇個歌詞啊，等睇下小琥老師佢嘅一啲資料啊，背景資料，點解佢會唱呢首歌咁樣，就好彩最後都險險過關，老師指定嘅，所以唔想唱得唔好，因為佢會聽。我覺得你壓力呢係唔及得 Ivin 嚟得高，Ivin 今次呢2場嘅比賽都跌入失敗區。當然啦，就被救啦，仲可以繼續咧去作戰。咁你有咩說話想同 Ivin 講啊？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過渡期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過渡期，可能佢一下轉換咗佢嘅新造型，變咗太可愛，佢一下唔習慣，真係好 Q 嘅佢。係啊，我睇到啲相啊，真係好 Q 啊！咁啊，亦都有一則唔係咁好嘅消息咧，就係其中一位戰友啊，黃詩瑩就冇辦法繼續晉級進入16強。詩瑩一直以嚟都係好俾心機、好努力嘅一個選手嚟嘅，因為我哋同佢一齊住噶嘛，佢成日都係練歌，都係佢係一個最勤力練歌嘅，喺我哋4個入邊。呢幾場咁樣淘汰，頂又救翻嚟，我覺得佢自己壓力係我哋承受得最大嘅。
壓力。佢一直咁樣撐到而家，我覺得佢已經真係好好咗，進步最大，等超越咗自己，已經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咗。佢已經做得比自己更加好，係呢個係真嘅。佢會過嚟台北陪我哋比賽嘅，如果佢得閒嘅話。都希望 Nicole 越戰越勇啊！希望我會下一場做得更好啦，會啲啱我唱嘅歌。好，唔該晒 Nicole。我一陣間翻嚟咧，可以聽到 Ivin 嘅心情啊，佢好複雜嘅心情，真係囉囉攣咁樣。